那有觉得阿福当人气以后有什么改变吗？有什么改变哦？好像其实觉得也差不多啦。对，一样漂亮，一样漂亮。压力很大哦。不会 ，OK， 来逆来顺受。那今天穿丘比特的服装，是不是就是有点赎罪的感觉啊？赎罪什么意思？就是之前当过叛徒。哎呀，对。赎罪没有，今天是要来带幸福给各位的，所以不是赎罪，是让大家也一起加入叛徒的联盟。对。情人节快到了啊，现在应该非常幸福吧？现在还要不错，不是，现在不错，现在不错。准备什么礼物或惊喜？情人节哦，还没有，因为我很少去看农历年，都是可能看到新闻快出来，就是农历，因为2月14号会比较记得嘛，然后农历的话，可能还要去看一下日历，才会知道说原来七夕快到，所以会准备。老婆没有一些暗示吗？其实不会到暗示，因为暗示就有点奇怪，我们都是自主的，想要送就送这样。那有觉得阿福当人气以后有什么改变吗？有什么改变哦？好像其实觉得也差不多啦。对，一样漂亮，一样漂亮。压力很大哦。不会 ，OK， 来逆来顺受。还有在沉迷手游吗？手游我们偶尔打啦，偶尔沉迷的，偶尔沉迷。那你们度蜜月了吗？还没。那有想好要去哪里度蜜月？先还没有很明确的计划啦，但是就可能等双方可能再空闲一点，我们再开始计划。他都没有透露出，比如说想要去欧洲啊，海岛国家这样。其实他也不用偷露，因为我们都会讨论，就我们想去哪里这样。那其实都有在计划，就想说哪里不错，哪里比较好，哪里可能玩起来可能自助起来蛮危险的，就会避开这样。有一起出国过了吗？当然有啊，有。是求婚那一次。在这之前就是都有一些机会可以偷闲还是出国玩的。出国会吵架？吵架不太会大吵了，但是就是有时候有一些像是，其实还好，因为就是情侣间小摩擦是一定会有。我觉得完全不吵架的情侣是最可怕的情侣，真的。就是你只要不吵架，然后你突然有一个事情，哇，突然完蛋了，你怎么会因为这种事情生气？这就不行。做那个宝宝的计划吗？我觉得顺其自然这个对，没有说可以。这个没有，不要乱掉，没有，这真的顺其自然，真的。这个奸笑是没有，真的顺其自然。那有透露说想要生几个？生几个哦？我觉得真的就顺其自然因为现在也没有说一定要1个、5个、8个，就是没有就顺其自然。对。